这是花莲一个67岁姓崔的妇人人，10年前因为两骨弯曲，小可徛这个脚趾片就会疼甲挡袂牢。止疼药讲一天都要食3包，嘛无较抓。一直到今年3月手术了后，才好互你，无搁带一个爸母，颠倒脚落3公分。我已经吃了很多年的止痛药哎，每天都在吃止痛药。 小可徛一个脚趾片，就疼甲挡袂牢，因为两骨外疾病变形。崔小姐10年来拢过甲足艰苦的，毋但脚趾片爱靠咧白，通互家己较袂疼。一天就算食3包的止疼药嘛无法度改善，一直到今年的3月，当手术了后，毋但脚趾片袂疼，人佫抽悬3公分。我在病床上就不痛了，我相信会更好，因为半年的复健嘛。 手术做完就袂输为地狱来到天堂同款。崔小姐即马会当爬楼梯、爬架，生活品质改善真多。这拢爱感谢花莲门诺病院的医生，用两骨截骨手术来治疗伊两骨外疾病的问题。 我们也使用了这个术中的神经监视器，来帮助我们呢随时注意，还有监控这是神经的情况。崔小姐讲，即马上想要做的代志就是去旅行。本来嗰个烦恼会因为两骨的问题造成逝世未来的负担，即马毋但手术顺利完成，恢复嘛恢复甲真好。伊希望会当用家己的经验鼓励其他的患者，相信医疗专业，互家己的人生过甲更加快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